印古神共和國大概50幾萬人，雖然唔多，但每個人每日都係被壓迫包圍。歷史上嘅腐敗、綁架、暴力事件同過度嘅軍事行動，長年累月影響住呢度居民嘅日常生活同生理安全。即使衝突少咗，但緊張感永遠唔會消失。民眾生活好似行喺一條冇退路嘅繩索上，時時刻刻都要非常小心。喺呢度，超過1/4嘅人口失業，要揾工平均要等6個月。呢度嘅年輕人好多都有大學文憑，本來可以搞科技工程，但機會幾乎係零，學歷同工作根本無法匹配，好多人最終只能做低端工、臨時工，或者只得靠家庭幫襯。你努力讀書、努力學習，但現實只容許你維持基本嘅求生，荒謬到令人絕望。呢度資源唔少㗎，好似石油、天然氣、大理石嘅開發潛力驚人，但幾乎落唔到民眾手上，依靠國家補貼成為佢哋唯一嘅生存手段。但呢啲唔係幫緊你，而係為咗綁住你，咁樣你就會永遠依賴上層權力。你有才華、有學歷都冇用，你改變唔到生活，只能靠國家勉強支撐。你每日為咗生存死定，佢哋就坐喺上面操控你嘅一切。呢度仲出個官方冊子，教女性必須對任何年齡段嘅男性不恭不敬，講嘢聲音要低，行為要禮貌，唔可以大聲笑，要溫柔乖順。女性必須為年長於自己嘅男性讓路，成年女性甚至都要向10幾歲嘅男仔企起身表示尊重。佢哋話咁做係傳統，但對女性嚟講，簡直係制度化嘅壓迫，令女性連基本嘅日常自由都受限制。離婚後，小朋友通常歸父親，母親想親近仔女，要面對父方嘅刁難、親戚輿論同社會壓力。女性生活唔止經濟困難，仲要生理壓力、社會壓力雙重夾擊。你想爭取自己嘅仔女，社會就會用輿論同種族傳統逼你沉默，你幾乎冇喘息嘅空間。喺呢種環境下，公開抗爭嘅女性隨時會被指破壞種族榮譽，甚至被排斥。好多人只能選擇沉默，但仍然有人嘗試爭取仔女，追求經濟獨立，或者匿名用網絡分享經歷，讓其他女性少走歪路。微弱嘅抗爭都係一絲光，但荒謬同壓迫令人清楚感受到喺呢度活得幾乎無路可行。